盲選5個巴塞隆拿着10號嘅球員，馬勒當拿球王啦，佢破咗世界紀錄轉會費500萬歐，但係佢喺巴塞嘅時間其實唔長，2季就轉咗會咯，轉咗拿波利。當然佢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啦，但係佢因為傷患，所以就影響咗佢，咁所以我會排佢第3啦。李華道2001年帽子戲法，佢其中一個最經典嘅入球倒掛金鈎，我自己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正啊！即係如果係嗰陣時睇緊，應該都好震撼。用心口控一控，跟住再倒掛金鈎，我自己都 OK 中意佢嘅，但係我 feel 到嚟緊嘅應該經典嘅人物，咁所以咧第4咧，也馬哦咁呢個唔使諗啦，一定第5啦，有幾後擺幾後啦。首先智力前咧都未可以話到俾人哋聽究竟佢之後會點啦，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不是太妙啦。我自己作為一個巴塞嘅球迷，我有時都諗咧，佢再係咁咧，我就變佢 hater 噶啦。年少得志，串串貢咁。朗拿甸奴 OK， 咁我希望你係會出最後嗰個啦。咁朗拿甸奴就擺第2。我自己都好中意睇朗拿甸奴嘅，睇佢踢波咧，好有一種開心嘅感覺。森巴足球係啦，藝術成分高啲啦，唔係淨係一味喺度死入球，同埋佢個樣都好開心。帽子戲法，連皇馬嘅人都企起身為佢鼓掌咯。佢帶隊嗰幾年嘅成績都 OK 噶嘛，佢同伊杜奧係嘛嘅配合都好好，跟住就再有另一個球王緊接。係，咁請問你嘅第5個係？最後一個係美斯。唔使講咁多啦，即係如果有睇呢條片嘅人都會有興趣睇足球啦。咁有興趣睇足球，現世代嘅人一定會有睇美斯啦。8次金球獎、La Liga、Champions League， 所有嘢啦。阿根廷最勁嗰個，巴塞最勁嗰個，亦都係世界其中一個最勁嗰個，係冇人會反對我嘅，我相信。但係如果反對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。